乡亲啊，你捌坐过牛车无？你捌看过牛犁田无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，过去传统农村种植的方式慢慢衰微，即摆真少看到了。中华溪州有一支真特别的队伍，名叫做拖拖拉拉牛耕队。41岁青年农民高一兴坚持用自然的农法来种植，以实际行动来守护着珍贵的耕牛文化。这个队伍当中，这5个牛队员嘛各有来历，有差一点就互卖掉、抬掉的马牛，嘛有来到这退休养老、专精负责采蚵仔的资深的海牛。这支成立超过10年的古水的队伍，平时安怎合作来出任务？因搁安怎甲地方的青年来串联，为台湾的农村创造生机？感动人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。把我们工作一辈子，生命应该值得被更好的对待的。咱来今日比牛，咱才好休息。咱来把这个文化留，好以后咱下底当做跟进。牛耕文化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桥梁，让大家更了解农业啊，来农村啊走走看看啊。渐渐光，中华溪州早起水气正重。41岁拖拖拉拉牛耕队队长高一兴和伊的伙伴，等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确认那个牛车轮胎有没有气啊，然后工具，等一下要用的工具有没有带啊？要我带回车牛仔金鸡，已经是一只牛仔囝的妈妈。加入牛耕队当年歌，平常时也是有未少训练的任务。今天就训练牛拉车，然后去整理一下芦笋田，就是走，就是go，然后停，好，这是基本的口令啊，短促带音节就可以，越简单越好。就像老一辈都说来，老一辈都说来而已啊，其实他也是会走。想要训练牛只，将做农民的好助手，有未少学问，管好神也是成分之一。就是要减敏训练，因为牛比较敏感，它如果没有在外面环境习惯，它会比较敏感，它就比较容易吓到。要让它习惯啊，不然就任何的东西，它都会被它吓到啊。行半点外钟，总算到位。队长和金鸡豆豆啊，行入田里同齐合作，并加出这片大地成绩。彰化，我大概2016年来的，主要就找可以跟牛一起工作的地方。那时候刚好这边有一个公司在做有机米、友善米的推广，就觉得理念蛮适合的这样。以前我觉得这个是理想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说这个是生存的问题。对牛来说啦，它不做，它就是去当肉手，对，它就是去卖命这样。卖他的生命，我当初是想，如果我教会了他，他会耕田，就有机会可以生存。70年厝的高一兴，大学是读企业管理，本地对农业是外行，费10几年的苦心去学自然农法、甲牛犁田的技术，才豆豆啊甲队员培养出真好的配合。很累啊！你看那个扶犁这样好像慢慢的，其实你来扶很累，那个都是要用腰力啊，用核心的力气这样。土软软的，你如果走不习惯，走一段路你就就能卡。牛犁田爱靠大量的体力，效率当然和自动化机械未比值。
严格优先土地，爱护环境信念，正做牛一心坚定前行的动力。我觉得啊，牛的那个破坏性不会那么大，因为机器的力量太大了嘛。哦，对，这样子对土壤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牛不会产生那些废弃物啊，它不用石油啊，这是在资源的消耗上比较节省。你好，来，啊 ，Go。一天，敢若记者来访，互金鸡有淡薄无专心，总是爱队长三请四拜托，伊才肯行。No， 鸡 ，No，Go。No， 啊，No， 不可以。他就像一个5、6岁的小孩子，他力气很大，他听不懂你的话，你就想象你这样，你要跟他工作，是不是充满了困难？高，对，那就被他吸引注意力。训练完，然后你还要有好的体力，才有办法跟他工作啊。就是可能还要锻炼一下自己。对。牛只有血在性地，拖拖拉拉牛警队队员也是农村内底上高级形象。因伫田里拍拼做事的模样，互袂少在地居民想起细汉时的记忆。大概超5、6岁，我就咧赶牛啊。对，我曾经一摆，阮表兄咧赶牛的时吼，我甲斗赶伫岸顶，迄个迄只牛甲碰一个对腹肚请起来，阮表兄甲信咧，无死。牛较早的时是甲咱犁田，互咱大家食大汉的，包括你我拢共款，你若爸拢是安尼啦吼。所以咱爱甲这个文化留落来，这是足好的，互以后咱下底当做见证。1960年代，农业机械化当时行，牛只真紧就红换掉。2023年，全台犁田的车牛大概300只，水牛敢若剩200只。无希望金牛文化消失伫少年世代的记忆。2016年，高一县伫中华溪州找一个3合院，作为抢救文化基地。那只是坨坨啊，他是以前在云林，就是也是跟农夫在耕田的，然后后来那个农夫就年纪比较大了，没办法继续养它。后来我去牛贩那边，就是把它买回来这样，不然本来要被卖去屠宰。来，拉拉就是跟我比较亲近，他是我在新竹学的时候养的第一头牛，快11年了。来，爸爸，爸爸，会啊。拖拖拉拉牛警队目前有5位队员，老经验的水牛拖拖甲拉拉是内底主力，车牛仔内底老大是少年个粗勇的金鸡，队长拢叫伊阿基，名字是真亲切。不过，伊所有一段无被人了解的过去。他以前是方院，就是当肉牛养的，他那时候就去那个牛贩那边，他就一整排牛嘛，之后他就是会走出来跟我接触这样，后来就也是花蛮多时间慢慢训练，慢慢带，他就比较习惯了，就比较能接受了。对，我也花了好几年。甲队长对调调，佮一直山内相背，已经食到20多岁，算是一只牛阿嬷。较早是中华红苑名声透镜城的牛名称。他是以前是方院的海牛，海牛就是在帮科农工作的。然后后来他也是就那个主人就是很老了，没办法照顾他这样。然后后来我遇到，我想说，不然把它就是买回来让它养老这样。像他很喜欢人家帮他这样抓一抓，然后帮他抓，他就会乖乖的站着这样。然后如果抓一抓，他觉得不够，你走了，他还会追着你。然后他还会自己移动位置，有没有？他会叫你抓后面一点。对，我们主要是觉得说，像这种帮我们工作一辈子的牛，就是
应该要好好善待它，就觉得生命应该值得被更好的对待。牛一天就爱食几10公斤的草料，体因款3顿嘛是一大问题。队长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？去载牛的食物啊。队队长来到环北田，实际体验饲牛一天的生活，阮才发觉照顾牛仔并不简单。队长，像玉米啊，这样一把牛可以吃多久啊？这样好，对，吃一餐。这样一餐，就是1只牛吗？还是5只牛？一只啊。1只牛就这样子1天1餐就吃完。是啊。啊，像这个会很重吗？你可以抱看看啊。你可以抱那一把。好，我来抱看看，我来。看看看，没办法就算了，可以挑小的。好，可以哦。可以。非常好。最辛苦的就是你每天要喂它，要养它，照顾它嘛，这是最辛苦的。对，你每天要准备它们的食物，然后你还要训练。除了农产品，牛牛文化也会当为农村开创疗伤美感的商机。我们现在要去牛的活动中心，那我们要准备捡牛大便，等一下要来做牛粪熏香。好，我们就是看到那个牛粪都可以用就对了。对。眼前这一堆啊，就是我们已经晒干的牛粪。那这些牛粪晒干之后，就准备要磨成粉。磨成粉之后，就可以拿来做牛粪熏香了。牛屎拍打了后，有淡薄仔青草香，抹好脆，甜甜的重新塑形，就是上有乡土味的文创商品。我们要用1匙的干燥的牛粪，然后再1匙粘粉。好像有种在做面包还是揉汤圆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点点像。一开始会想要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东西，是因为其实以前的养牛人他们就会把干燥牛粪它收集起来，干燥之后拿来帮牛驱蚊驱虫。那我们就觉得，这个农村的小智慧很有趣，大概捏一半，然后把它放到模具里面。那一来是推广这些农村的文化，然后推广拖拖拉牛耕队。那二来也是想要让大家透过这个商品认识这些农村的小智慧、小故事这样子。结合文创的概念，牛屎也会当变黄金。除了古水的牛屎香，也有外形粗样牛屎的肥栽。牛粪就是像这样啊，就是它晒干以后，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盆栽使用，这样。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艺术品啊，就是你找不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这样。对，然后你没办法去捏塑它的形状。除了牛队友的陪伴，高一翕更加找到共兴趣、共志向的伙伴，坚定做伙行。辣妹，我要送你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这是我们与你共好的伙伴，他叫玉茹，他会帮我销售农产品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有活动啊，去校园，他会一起去摆摊。潘公公的灶卡，好食的料理准备就到。3地第3个食材，拢是来自当地优先小农的产地。队长他之前也有种秋葵跟玉米笋，然后也有一些萝卜，所以我们也都会使用队长他的友善食材拿来做料理，这样有办法一边耕作，然后一边种农作物，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啊。然后其实他种出来的蔬菜也都还蛮漂亮的，就是用自然农法下去耕作的，对。所以用牛来耕，其实不会输其他耕作方式。当然。农民坚持友善的理念，创新团队解决行销难题。像这一区的话，就是
拖拖拉拉牛耕队一星它的产品有1颗的牛粪熏香，那像这个是牛粪香皂。那我们希望说就是能够在这样一间店，除了入菜，把那些农产品入菜之外，它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个展售，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溪州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产。等下到农村的少年人共赢共好，为这片土地系美好的心愿。心愿啊，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农场啊，都是用牛工作的这样。牛耕文化它是一个桥梁啊，吸引人家说来接触农业的现场，对，让大家更了解农业啊，来农村啊走走看看啊。无论好歹天，人甲牛总是踏着坚定的脚步向前行，坚持友善在地的养育信念，呼吸特别消失的坚固文化，拖拖拉拉，就会当为农村开创全新的契机。